过来关心牛的问题，这个台湾爆发的头一件，这个牛结扎症确诊的案例，农委会昨日赶紧开记者会讲，伫新北市南口一间肉牛场发现有8只牛确诊，就赶紧伫现场收调甲带调，边啊牧场呢实施这个移动的管制。啊，那再去农委会注意，陈吉中嘛到淡水的牛肉场，这个肉场市场去看，牛场的所在去看，看讲这个预防射注射情形。穿白色的防护衫，家己大学老师带同学来替牛注疫苗。因为台湾憋头一件牛结扎症的个案，地点就伫咧新北市南口一间牧场。淡水这间牧场目口入去范围内底，会知影紧替牛注疫苗，希望这疫情袂去传出去。之后我们到现场看那个注射，那事主。农委会主委陈吉中来到淡水牧场关心注疫苗的情形。这3天做所在有800支套得苗的牧场，接落来2礼拜内会替全国牛注疫苗。因为牛结扎症是透过蠓仔呼吸传出去的，虽然毋是人甲动物相互传染，不过牛若是破病，零嘴变少，卖牛奶的生理得变真歹。接着3天内，苗栗以北的所有高风险的14000多头的牛，每一头牛也都打了这个疫苗。那这样的话，就大幅度的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重大的甲类传染疾病的影响来降到最低。一摆确诊的牛基因排列和去年金门甲中国大陆发表的排列100%相同，怀疑这个病是透过飞龙机或者是船带来本岛的。农委会除了注疫苗，嘛要求牧场24点钟放掠蠓仔灯、黏汤包，嘛要整理牧场的草啊，嘛提醒主人，若是发现牛有皮肤病，或者是出现一粒一粒结扎，不管敢有确定，拢应该先通报。